家好，又係我卡卡老師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到底小朋友係細 B，佢喺數學嗰方面嘅學習，或者喺其他思維發展嘅學習，係咪真係好難去處理呢？其實喺我印象中，細 B 都有一啲係好強勁嘅細 B。不過事實上，如果年紀真係細啲嘅話，同大 B 係真係有啲能力上嘅差別嘅。因為其實佢嘅發展上面都已經相差好幾個月或者一年。大 B 同細 B 相差最遠當然係一年啦，但係喺學校裏面好多時都會係相差半年左右。不過如果當同一班出現大細 B 嘅時候，其實都有呢個情況嘅喎，相差一年，佢哋嘅能力真係可以相差好遠。不論係寫字啦，定還是語言表達，定還是係小肌發展，都係有好大嘅距離。而喺數學裏面嘅距離就更加容易明顯咁見得到啦。因為數學學習唔係單單死記或者死背，坊間好多時都會講做多啲就會熟啲。其實係嘅，做多啲真係會熟啲㗎。不過做多啲嘅時候，到底小朋友佢係咪真係可以明白或者完全理解呢？因為喺我嘅認知裏面，數學其實真係唔係去死記，而係你要明白咗喺入邊嘅概念。概念其實真係 concept 啦，你要明白咗佢呢個嘅 concept，其實先至可以做得到。即是等於你要明白1加1其實係乜嘢嚟先？點樣令佢明白？其實最好就唔係淨係去學習死記咗1加1等於2。數學嘅 concept 好多時你都要明白咗先，亦都等於你背乘數表。大家有冇印象要背乘數表呢？背乘數表係真係死記㗎，但係其實背後有冇佢嘅 concept 㗎？其實都有嘅喎。點樣可以令佢明白，或者令小朋友明白？其實個根個基礎一定要打好先。例如你可以用實物教佢1加1等於幾多？最好就係用佢最中意嘅嘢啦。例如係用佢最中意嘅玩具，或者佢最中意食嘅嘢。食茶點嘅時候，問下佢你想唔想食餅乾？想，你到底要1塊定係2塊？佢會話俾你知要2塊。咁跟住你就可以話係喎，要2塊好啦，1塊再加多1塊，而家我哋有2塊啦。咁小朋友就開始去接觸呢一個加數嘅概念啦。慢慢可能係1加2或者1加3，呢啲都係一啲嘅好好嘅方法嚟嘅噃。明白咗呢個 concept 之後，其實你可能會教佢兩個一數，即是雙數。雙數2個好朋友一齊，原來佢有個名嘅，就係叫雙數。咁如果兩個好朋友一齊嘅話，咁3呢？2個好朋友一齊之後，會單丁咗1個出嚟嘅噃。原來呢一個數字都有呢個特別嘅名，佢叫單數。通常教完雙數先至教單數，咁小朋友就會容易明白㗎啦。呢啲都係一個嘅 concept。咁教完2個，咁就教5個，跟住再教10個。咁同埋教完2個一數之後，或者當佢有1到10慢慢識加數啦。加多咗之後，譬如佢掌握到20以內嘅加數之後，你就可以教佢有啲乘數表啦。咁其實呢一樣嘢都係要係喺佢哋掌握咗加數之後，先至慢慢去教到㗎。如果唔係，其實小朋友佢係未明白呢一個 concept 嘅時候，你去教佢，佢真係死記。當佢死記咗之後，唔記得咗，咁就係唔識㗎啦。咁所以喺教小朋友嘅過程裏面，你要令佢明白咗個 concept 先。例如程序嘅時候，我哋有陣時會教 pattern 啦，pattern 會教佢
蘋果橙、蘋果橙、蘋果橙，教佢簡單嘅pattern 先，跟住先至再複雜啲係蘋果橙、蘋果橙。其實當小朋友明白咗 concept 之後，你可以俾佢自由去建立一啲嘅 concept。佢可能用佢中意嘅圖畫，或者用人嘅名稱，或者係用中文字都得嘅喎，英文字都得嘅喎，數字都得嘅喎。AB 121212，呢啲都係一個 pattern 嚟嘅喎。咁所以當小朋友明白咗之後，佢就會好自如咁可以去創建到一啲嘅 pattern， 或者創建到一啲嘅加數嘅題目去考翻家長啦。咁有個互動嘅時候，小朋友掌握得就會好啲。咁如果你話係細 B， 佢係咪真係難掌握？其實真係㗎，因為佢嘅學習、佢嘅發展，佢未到呢個理解。咁我哋可以點做啊？咁我哋可以由淺入深，去慢慢去講翻俾小朋友知，解釋翻俾小朋友知，亦都可以由淺入深，用唔同嘅方法去教一個嘅 concept， 等小朋友覺得更加有趣味。例如加數，頭先所講食茶點啦，呢個食茶點可能喺小朋友2、3歲嘅時候，你已經可以做得到啦。咁但係當佢大啲，去到4歲喎，其實4歲 K2 嘅時候，好多時都會教5以內嘅加數。你可以用一啲顏色筆啊，或者係用一啲佢中意嘅食物啊，佢中意嘅玩具，去慢慢教佢喺日常生活裏面重複多啲。例如喺佢3歲嘅時候認數字，可能未必認到喎。咁你帶佢搭車嘅時候，你可以教佢認巴士嘅路線嘅數字啦。咁或者同佢一齊去睇啦，或者去超級市場買嘢嘅時候，教佢睇價錢牌啦。呢啲都係一啲嘅好嘅方法嚟㗎。咁所以咧喺學習上，我哋係要循序漸進。咁如果小朋友喺細 B 嘅時候，真係好難掌握一啲數學嘅 concept， 咁你就要用呢啲唔同嘅方法，係重複咁樣去同佢做一啲嘅練習，鞏固好一個基礎，理解咗個 concept 之後，先至慢慢去加深，慢慢去再進一步。否則佢只係死記嘅話，佢嗰刻記到，轉頭可能都會唔記得。咁呢啲都係我嘅心得啦。咁如果家長想再研究呢一方面嘅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啦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鍾意我條片嘅話，記住撳 like、subscribe 同埋撳埋個鐘仔啦。